来看宜兰高洞溪水头，成真侪民众去耍水、烘肉，也毋过有民众行伫爆花的步道，发现讲四界拢是杂草，嘛找无负责单位。宜兰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伫还无了解是对一个单位负责进前，县政府会先来维护。天花步道边的楼梯会当讲互杂草砍掉，步道上也互发现树啊草啊拢无修剪，落着特别无看的。宜兰头城高洞溪水头最近正做真侪民众去耍水航海景点，真侪人会利用天花步道去，也毋过政府发现这个步道因为找不到维管单位产生真侪问题。这长出来之后你没有维护杂草丛生，坦白讲游客走我都很担心会有毒蛇的问题。有民众反映部分天花步道无温暖，在暗时爱灯火暗，煞有真侪民众会进行散步，恐惊发生安全记录，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解决，互步道进一步的美化，也会当提升安全性。处长啦，遐有机会来讲美化。这座天花步道经过水保局建设完成了后，所找不到确实的维管单位，因为无人管这会杂草拖生，电影找县府办理会勘寻求协助。家己淋混来会使先处理，然后赶紧的整作。后续这个部分，它比较可能再花一些横向或垂直的联系，让他们去做这个准备，这样子。所以在整个权责还没有厘清之前那县政府这边会基于政府一体，然后我们会先来站为做这些两岸的这些草木的一些修剪。县政府表示，对民众来讲，各部门拢是一体，伫维管权责还未厘清进前，会先负起当地的维管责任，解决杂草问题。另外，规划等建设会尽速厘清相关权责了后，搁到立行嘅记者综合报道。